你有冇試過喺深夜飲完酒或者加完班，一個人企喺街邊等 Uber？你望住電話熒幕上面嗰架細細嘅車，慢慢向你移近。你對對車牌，拉開車門，坐入後座，然後合埋眼休息。你將自己嘅人身安全，甚至生命，交託俾一個完全唔認識嘅陌生人。你相信個 app， 你相信個系統，你相信呢個世界係安全嘅。但係你點知坐喺前面揸車嗰個人到底係邊個？又或者你點知佢個腦入面裝住啲咩？歡迎嚟到案中人，每一單案都係一個人嘅故事。今日我哋要講3單關於網約車嘅真實奇案。聽完之後，下次你再上車嘅時候，你可能會忍唔住望多2眼倒後鏡入面嗰對眼睛。第一單案，永遠落唔到嘅車 Samantha Josephson 案。2019年3月28日，美國南卡羅來納州 South Carolina， 21歲嘅 Samantha Josephson 係南卡羅來納大學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政治系嘅4年級學生。佢係一個非常優秀嘅女仔，已經攞到全額獎學金，準備畢業之後去讀法學院，夢想係成為一個國際律師。嗰晚佢同朋友喺哥倫比亞市中心一個叫 Five Points 嘅酒吧區消遣，大約凌晨2點 ，Samantha 覺得有啲攰，決定自己先返宿舍。佢企喺街邊打開手機 call 咗架 Uber。幾分鐘之後，凌晨2點09分，一架黑色嘅雪佛蘭 Chevrolet Impala 慢慢駛過嚟，停喺 Samantha 面前。Samantha 望咗眼架車，拉開後座車門，坐咗入去。就係呢一個動作，成為咗佢人生最後一個畫面。因為呢架車根本唔係佢 call 嗰架 Uber。揸車嘅男人叫 Nathaniel Rowland， 24歲，佢唔係 Uber 司機，佢只係一個喺街上遊蕩、尋找獵物嘅捕獵者。當 Samantha 坐入後座，關上車門嗰一刻， Nathaniel 立即下咗車門嘅兒童安全鎖 Child Lock。呢個本來係用嚟保護小朋友嘅設計，喺呢一刻變成咗一個致命嘅機關。後座車門只能夠從外面打開。Samantha 被困喺一個黑色嘅鐵籠入面。當架車駛離市區，去到荒郊野外嘅時候， Samantha 終於發現唔妥。佢拍打車窗，嘗試開門，但一切都太遲。Nathaniel 攞出一把雙刃刀，轉過身向後座嘅 Samantha 展開瘋狂嘅攻擊。法醫嘅驗屍報告令人不忍卒睹。Samantha 身上足足有120處刀傷，佢曾經拼命抵抗，其中一刀直接貫穿咗佢嘅右手手掌，另一刀力度大到直接刺穿頭骨，傷及大腦。佢嘅頸部、肩膀、肺部、腳部全部都係致命傷。一個成年人嘅身體入面大約有4公升嘅血液，但當法醫解剖 Samantha 嘅遺體時，佢體內只剩下20毫升嘅血。佢係喺極度恐懼同痛苦之中流血過多致死。Nathaniel 將 Samantha 嘅屍體吊喺距離市區100公里外一個叫 New Zion 嘅荒野。第二日 Samantha 嘅室友發現佢失蹤，立刻報警。警方翻查閉路電視，鎖定咗嗰架黑色雪佛蘭。凌晨3點，警方截停咗 Nathaniel 嘅車。當警察打開車門，一陣濃烈嘅漂白水味撲鼻而來，車廂入面佈滿咗 Samantha 嘅血跡。警方甚至喺後座車窗上面發現咗一個赤腳嘅腳印，那是 Samantha 喺臨死前拼命用腳踢車窗，試圖逃生留低嘅最後痕跡。2021年7月 ，Nathaniel Rowland 被判謀殺同綁架罪名成立，判處終身監禁，不得假釋。法官喺判刑嘅時候話：呢係我喺法庭上見過最冷血、最殘忍嘅謀殺案。因為呢單案，美國通過咗 Sammy's Law 沙米法案。規定所有網約車必須喺車窗展示司機姓名、照片同車牌號碼。但係對於 Samantha 嘅父母嚟講，再多嘅法律都換唔返佢哋個女。一個女仔只係想搭車返屋企，佢只係上錯咗一架車，就付出咗生命嘅代價。第二單案，一場冇贏家嘅騙局 William Brock 案。頭先嗰單案係乘客遇到假司機，但如果危險係嚟自乘客呢？又或者如果兩邊都係受害者呢？時間嚟到2024年3月25日，美國俄亥俄州 Ohio 61歲嘅 Lolita Hall 係一個有4個小朋友嘅媽媽。為咗幫補家計，佢兼職做 Uber 司機。嗰日朝早，佢喺 Uber App 上面接到一張訂單，要求佢去 South Charleston 一個偏僻嘅地址提取一個包裹。對 Lolita 嚟講，呢只係一張普通嘅單。佢揸住車跟住導航。
去到目的地，屋主係83歲嘅白人老伯 William Brock。當 Lolita 將車停喺車道，行出車外，準備問老伯攞包裹嘅時候，意想不到嘅事情發生咗。老伯 William 突然攞出一把手槍，指住 Lolita。Lolita 嚇咗一跳，佢舉起雙手，嘗試解釋：我係 Uber 司機，我只係嚟收包裹嘅。但老伯完全聽唔入耳，佢大聲喝罵，要求 Lolita 交出手機，唔准佢走。Lolita 感到極度恐懼，佢轉身想行返上車，並警告老伯話要報警，你邊度都唔准去。老伯咆哮，然後砰一聲，佢開槍打中咗 Lolita 嘅腳。Lolita 痛苦倒地，老伯行近佢，繼續用槍指住佢嘅頭。Lolita 拼命解釋，但老伯依然覺得佢講大話。最後老伯連開多槍，將呢位無辜嘅4子之母當場擊斃。老伯自己打911報警，同接線生講：我啱啱開槍打死咗一個想打劫我嘅人。但當警方去到現場調查之後，發現咗一個令人心寒嘅真相。原來呢單血案背後隱藏住一個極度惡毒嘅電話騙局。喺 Lolita 到達之前，老伯 William 收到一個詐騙電話，騙徒聲稱綁架咗老伯嘅親戚，要求佢準備12000美金嘅贖金，否則就會殺死佢親戚。騙徒仲威脅老伯話已經派人去緊佢屋企收錢。同一時間，同一個騙徒用另一個身份喺 Uber App 上面落咗一張單，叫司機 Lolita 去老伯屋企收一個包裹。就係咁，騙徒將兩個完全無辜、互不相識嘅人擺埋咗一齊。老伯以為 Lolita 係嚟收贖金嘅綁匪同黨， Lolita 以為老伯只係一個寄包裹嘅普通客。兩個人都係騙局嘅受害者，但結果一個冇咗條命，另一個要喺監獄度過餘生。2026年1月，83歲嘅 William Brock 被判謀殺罪成。檢控官喺庭上講咗一句好沉重嘅說話：呢單案冇贏家，兩個家庭都失去咗摯愛。最可悲嘅係嗰個躲喺幕後策劃呢一切嘅騙徒，至今依然逍遙法外。當你以為自己只係接緊一張普通嘅單，你可能已經步入咗別人精心設計嘅死亡陷阱。第三單案，被魔鬼控制嘅 App Jason Dalton 案。如果話前面兩單案，一單係蓄意謀殺，一單係悲劇誤會，咁最後呢單案就係純粹嘅瘋狂。2016年2月20日，美國密歇根州 Michigan 卡拉馬佐市 Kalamazoo 45歲嘅 Jason Dalton 係一個保險理賠員，亦係一個 Uber 司機。佢結咗婚，有2個小朋友，冇犯罪記錄，冇精神病史。喺鄰居同同事眼中，佢只係一個有少少古怪但非常平凡嘅中年男人。嗰日晏晝4點幾 ，Jason 開始上線接客。大約4點21分，佢接載咗一個叫 Matt 嘅男乘客。車開咗冇耐 ，Jason 突然好似發咗癲咁，喺馬路上左穿右插，衝紅燈，逆線行駛，甚至撞到其他車都唔停。Matt 嚇到魂飛魄散，喺車慢落嚟嘅一瞬間跳車逃生，並立刻報警。但警方未明到 Jason， 血腥嘅殺戮就開始咗。傍晚5點42分 ，Jason 揸車去到一個公寓停車場，佢見到一個女人帶住幾個小朋友。Jason 搖下車窗，問個女人叫咩名。女人答完之後 ，Jason 突然掹出把槍，連開15槍。女人身中4槍重傷，幸好佢扮死，加上保護小朋友，奇蹟生還。殺完人之後 ，Jason 冇逃走，亦冇匿埋，佢竟然繼續接 Uber 單。佢接載咗幾轉客，乘客都話佢表現得好平靜，完全睇唔出佢啱啱先開過槍。晚上10點01分 ，Jason 揸車去到一間起亞 Kia 汽車經銷商，佢見到一對父子喺度睇車 ，Jason 行埋去問佢哋：你哋睇緊咩？未等對方回答，佢就連開18槍，將呢對父子當場擊斃。10分鐘之後，佢去到一間叫 Cracker Barrel 嘅餐廳停車場，佢走向2架停喺度嘅車，隔住車窗向入面嘅人瘋狂掃射，車入面4個女人當場死亡。一個14歲嘅女仔頭部中槍中傷。短短幾個鐘頭入面 ，Jason 喺3個唔同嘅地點隨機槍殺咗6個人，重傷2人。而最令人毛骨悚然嘅係喺殺人嘅空檔，佢一直維持上線狀態，繼續接載 Uber 乘客。凌晨12點幾，有乘客上車，甚至半開玩笑咁問佢：你唔會係電視講緊嗰個槍手啩？Jason 好平靜咁答：唔係。
直到凌晨12點40分，警方終於截停咗 Jason 嘅車。當時佢着住防彈衣，腰間插住把9毫米手槍，非常配合咁束手就擒。當警察盤問 Jason 問佢點解要殺死呢啲完全唔認識嘅陌生人時， Jason 俾出咗一個令人不寒而栗嘅答案。佢話一切都係因為個 Uber App。Jason 同警察講，當日佢打開 Uber App 嘅時候，個 App 嘅標誌突然變成咗一個有角嘅牛頭，即係西方傳說中嘅魔鬼象徵 Eastern Star。個 App 控制咗我。Jason 喺口供入面咁講，佢俾咗一個任務我，然後佢就徹底接管咗我嘅身體。我睇住自己開槍，但我控制唔到自己。我唔係一個殺人犯，但我知道我殺咗人。佢甚至話，每當佢想停手嘅時候，個 App 就會強迫佢繼續。如果你哋知道真相，你哋會覺得好震驚。Jason 咁同警察講，警方原本以為佢想扮精神病脫罪，但精神科醫生評估之後，證實佢完全適合受審。最後 Jason 喺庭上承認所有控罪，被判終身監禁。到底係 Jason 嘅大腦出現咗短暫嘅精神分裂，定係佢只係用個 App 做藉口去掩飾佢內心深處嘅殺戮慾望？冇人知道，我哋只係知道嗰晚坐過佢車嘅乘客同死神擦身而過。Samantha 上錯咗一架死亡專車， Lotta 接咗一張通往地獄嘅訂單，而 Jason 將一個接客嘅 App 變成咗殺人嘅指令。科技令我哋嘅生活變得好方便，我哋只需要搖一個掣，就會有架車停喺面前。我哋習慣咗將信任交俾一個虛擬嘅系統，但係系統背後始終係人，而人心係呢個世界上最無法預測、最危險嘅程式。下次當你深夜 call 咗架車，當你拉開車門嗰一刻，記住望清楚車牌，望清楚司機個樣，因為你永遠唔會知道坐喺駕駛座嗰個人到底係接你返屋企，定係帶你去另一個地方。如果你鍾意今集嘅內容，請你 subscribe 案中人 ，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。我係案中人，帶你去到世界另一個角落，揭開另一單令人難以置信嘅真實案件。我哋下集見。